交高额的中介费，好重新回来台湾工作。原住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进行仪式性的狩猎的时候，会被讲成是违反动物保护法。不过汉人跑去开垦他们的山地，掠夺他们的山林资源，导致野生动物灭绝的时候，这个叫做振兴地方经济制造就业机会。然后我们的教会有女人，有同志。我们是否像耶稣的门徒一样，借口说我们的能力这么小，这个文化歧视的机制这么大，所以我们做不到，我们也不必关心，叫他们自己去自生自灭吧。我们今天是否愿意效法耶稣，对自己所承袭的文化偏见跟歧视，抱持敏感跟批判性的态度？这件事情对我们作为一个教会非常重要，对耶稣而言非常重要。因为如果我们只关起教会的大门，搞小圈圈，享受我们的小确幸，那我们就不能经历上主激进的爱，我们不能真正见证福音，我们不能成为基督的教会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为了爱我们，情愿舍弃自己的身体，好推倒我们当中彼此分隔的墙。求主帮助我们也学会你这样激进的爱，懂得为人舍己，彼此关怀。因为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真正活在上帝国的福音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个教会的这个周报里面有